来是代替的环岛观光列车，让3个月了后，今仔日嘛恢复行驶。车顶加出着防疫的隔板，而车顶嘛袂当来驾驶。第一班的列车有1个口5个人来抢坐，加上带暝4天的旅程，总共是开11万块。讲8月份的订单已经有7成满了。虽然国内的旅游当一步一步咧转来，但是疫情也未真正来结束。对业者来讲，这个考验才刚要开始。Hello Kitty 吹盘坐代替观光列车头一班车，今仔日正式复驶。经过3个月，佫变成国内游览的新选点，外观正水，内面佫较高水。不过要入到车厢进前，都要先经过这几关。消毒量体温，一节的车厢本来使坐33个人，起码敢来使坐17个人。目前嘛无提供餐饮的服务。现在进到车厢里面呢，除了可以看到很可爱的装饰，像是这个景观车厢，以往都可以塞上20多个人，现在因为防疫的考量，除了设置隔板之外，也只能大概坐8个人左右。取消本来大型动手做的活动，该有服务人员提到这人客面头前去做。KTV 的车厢暂时佫袂使抢，虽然有淡薄限制，不过总算会使坐火车出去佚佗，真侪人早就注文啊。我们本来4月份就定了啦，6月要出来玩啦，就疫情就没办法出来，就等到现在啦。像这个伙5个人为台北出发，先到花莲、台东，再到台南，加上大的一个人22500块，4天总共开11万。业者看好这个商机。订单其实集中在8月出发的民众居多，那其实也推估说，其实大家可能想要把握暑假的最后1个月来安排出游，销售的话已经有达7成满，客群是集中在亲子或是一般家庭出游，包含就是带爸妈去旅行。业者估计讲，说来迎接中秋、双十假期，可能会佫较热。观光列车一天东西线各发1班车，车拢逐天都会消毒。毕竟这个病毒也未真正消失。来到这样的观光列车，民众上车之后也要坐好梅花座的位置，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就是希望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也能享受国旅的乐趣。以上是华视新闻吴尚、黄瑞玲在台北宜兰的采访报道。